果有後遺症咧，一定要做就係康復 rehabilitation 啊。康復咧，佢嗰個目的係乜嘢咧？係希望能夠減低嗰個再惡化，抑或係能夠追翻以前一啲能力嘅喪失咧？兩者都係嘅，即係因為譬如話頭先講話啊，如果假如中咗風係影響咗一邊身嘅喐動，咁我諗透過復康咧，都係希望可唔可以訓練翻或者練翻嗰種嘅機能嚇，起碼可唔可以啊？如果一邊身冇力，可唔可以練翻啲肌肉咧，令到可以行得翻，或者可以盡量可以回復翻之前可能中風前嗰個水平咧？睇下點樣係，因為可能都帶嚟一啲嘅殘疾啊等等，點樣去適應翻呢個問題，同埋即係減少之後嘅一啲嘅併發症啊等等。我就聽過有個 term 叫 neuroplasticity，即係話咧唔好咁悲觀，其實啲細胞咧佢識得 adjust 嘅，即係有啲 plastic 可以補救。其實呢個概念係點，同埋有幾 plastic 咧？嗱，其實咧如果我哋腦細胞頭先講話中風係一啲嘅腦神經線或者細胞係因為出血又好，或者即係血管塞而有啲細胞係壞死咗。咁但係咧，其實咧壞死咗個細胞就不能夠復原嘅。咁但係咧嗰個 neuroplasticity 嘅意思咧，就我哋希望咧就訓練一啲嘅可能周邊或者其他嘅細胞去做翻嚇可能壞死咗個細胞咧去一啲嘅功能。譬如我哋辦公室有時候有同事可能可能要突然間離職，你就要可能揾身邊嘅人就可能就要做翻或者做埋佢嗰種工作啦。咁你話我哋個腦有幾 plastic 咧？咁就要睇翻就視乎幾樣嘢啦。第一就係睇翻譬如個年紀啦，係咪？假如佢係即係年紀係比較年輕嘅，咁當然佢適應能力去學一啲嘅新嘢。咦，佢譬如我之前我做開另一份工作過，咦 OK，我依家要隔離嗰個唔舒服或者成我要做埋佢嗰份工啦。咁但係當然年紀越年輕嘅，去適應呢個能力越好啦，越大啦，係咪？咁另外就係譬如話頭先都係講翻，譬如話中風嗰個嘅嚴重性或者個大細啦。如果佢影響個區域好大嘅，咁譬如哇，即係有幾個人同步離職嘅，或者同步即係唔舒服嘅，咁你叫即係幾個人去做翻呢？咁呢個都係有困難啦，係咪？咁另外就係譬如話佢另外有冇其他啲長期病患啊等等。咁所以即係係嘅，即係有呢個 term neuroplasticity，咁係有機會可以透過訓練下嗰個透過復康或者一啲嘅訓練咧，訓練翻一啲原本唔係佢其他啲細胞，佢唔係負責開呢個功能嘅，佢都可以轉變咧，可唔可以幫手去做埋呢個工作，從而咧提升翻佢嗰個即係嗰個活動啊等等嘅能力。咁但係就視乎翻佢個年紀啦，佢嗰個嘅即係中風嘅大細啦、個位置啦等等。點解個位置重要咧？即係有個比喻就係或者譬如頭先講話，假如個語言區受到影響，好多時就係左邊嘅前額葉。語言區受到影響咧，其實咧有時對嗰個嘅復康都會有機會有啲障礙嘅，因為聽唔明人哋同佢講嘅一啲嘅指令，或者佢又表達唔到出嚟。咁其實某程度上有時咧對個復康嘅療程都會有構成一啲嘅挑戰嘅。假如我哋要學即係彈琴咁樣，或者學一個新嘅hobby 或者一個新嘅 skill 咁樣，但係當我又唔理解個導師教我做啲乜，我又不能夠表達翻我即係嗰個做緊啲乜嘢或者成，咁你冇呢個 feedback 或者冇呢個 loop 咧，其實係比較困難嘅，唔係話做唔到，但係即係會構成一啲嘅挑戰。復康嗰個療程或者有幾成功，或者佢嗰個展望係點樣，就頭先講過幾個成因啦。年紀啦、中風嘅位置啦、嚴重性啦、佢本身嗰個一啲嘅病歷等等啦。復康嘅開始時間應該點決定呢？因為咧，我有一個朋友嘅個案咧，就係個先生好不幸啦，佢爆血管，咁之後咧佢昏迷咗好耐啊，咁咧個醫生咧就話因為佢即係之後可能個腦咧仲會 recur， 再出血或者再點樣，咁結果咧嗰個rehabilitation 係等咗成即係可能2個月咧，咁於是大家就會諗啦，其實點樣捉嗰個黃金嘅開始咧？個復康期
頭嗰3至6個月咧，嗰個療程或者嗰個進展係會比較快少少嘅。咁但係有幾個先決嘅一啲嘅條件。第一，我哋都要確保個患者嗰個 medical condition 啊，即係佢個身體狀況係適合先。當我哋要幫佢做任何嘅復康啊，包括物理治療、職業治療等等啊、言語治療，我哋都確保個病人嗰個先決條件咧，就個 medical 嗰個，如果佢係腦出血，可能都有機會牽涉到腦外科醫生啊等等啦。佢嗰個病情係穩定咗先，因為如果佢病情未穩定，而你叫佢即係做好多運動啊成啊，咁其實呢個可能會帶嚟反效果嘅。咁所以先決條件，病人穩定咗啦，咁我哋咧就會按照翻佢個情況啦，佢個需要咧就會逐漸去提升佢嗰個復康啦。咁我哋醫護團隊咧，往往除咗醫生、護士，當然頭先講話唔同嘅治療師啦、物理治療啊、職業治療師啊、言語治療師，咁就會按照翻病人嘅情況咧去提供翻即係適當嘅治療。咁起初可能係好簡單嘅，可能喺即係牀度可能做少少啲伸展啊，或者一啲嘅即係被動式嘅一啲嘅活動，慢慢可能睇下佢坐起身嘅情況係點啊，再慢慢可能企喺度嘅平衡係點啊，再慢慢再即係因應翻而逐步提升咯。一個病人開始復康咧，係咪住喺醫院會比較好啲咧？因為啲 sessions 會密集啲啦，專業啲，係咪咁樣咧？都要睇翻個病情嘅需要啦。咁我哋即係一般嚟講咧，中風個患者頭嗰幾日多數都會喺一啲急性嘅醫院度治療嘅，希望佢嗰個病情穩定啦。到佢穩定咗落嚟啦，即係如果覺得佢係需要繼續喺醫院內做一啲嘅復康嘅，咁有機會安排一啲嘅病房或者嘅醫院，譬如係一啲嘅復康或者療養醫院啦，做一啲嘅住院性嘅一啲密集少少嘅復康，咁可能會即係做嘅時間會長少少啦，耐啲啦咁樣。住醫院幾耐咧？我諗有時都有返個平衡，因為你話係咪喺醫院即係住幾個月、幾年咁樣無了期咁樣住咧，咁就唔會嘅，因為我哋都希望個患者咧去到一個適合嘅時候咧，都係要早啲去返社區，咁去習慣返嗰個社會啊等等嗰度。譬如話喺急性醫院，如果佢覺得病情係需要嘅，平均可能住3日5日嚇，咁如果覺得佢都係喺一啲嘅住院嘅復康係有幫助嘅，可能再去一啲其他嘅病房再做啲密集嘅治療，可能做多2-3個禮拜等等。咁喺呢個時候咧，亦都咧其實有個機會俾照顧者咧睇翻，咦，我個患者佢係咪適合可以翻屋企咧？定係需要即係有其他嘅安排咧？甚至可能覺得咦，真係屋企未必咁容易照顧到啦，需要去一啲嘅院舍啊等等嚇。咁所以呢個其實去到復康或者療養醫院咧，都有咁嘅機會咧，其實係可以做翻咁樣嘅安排等等。咁你話病患者即係假如真係出咗院啦，你話之後喺社區仲有冇得做運動咧？因為頭先講話頭嗰3至6個月係嗰個復康嗰個進度比較會好啲或者多啲嚇。咁所以好多時，譬如就算你話出咗院啦，醫院喺公立醫院嚟計啦，好多時都會邀請翻即係病患者咧，如果覺得佢適合咧，就去翻一啲嘅日間嘅復康中心，咁去繼續做一啲嘅運動嘅。咁譬如話1個禮拜可能嚟2次或者3次半日嘅一啲嘅 session 去做翻啲運動。咁你話除咗公立醫院啦，我哋都知道依家社區咧都有好多唔同一啲嘅服務嘅，因為譬如話 under 社署啊，或者好多一啲嘅非牟利嘅即係組織啦，咁佢哋都有好多唔同嘅服務嚇，即係佢哋其實都有啲中心咧係俾啲病患者係都可以去做嘅，因為都明白政府嘅資源係始終係有限啦，即係不能夠話我想無了期做運動嚇，即係喺度做幾年，咁呢個就比較困難啦。好多時喺政府醫院咧，佢就會睇翻嗰個情況如果當患者覺得咦佢嗰個康復開始平穩啦，冇話再有好顯著嘅一啲嘅改善啦嚇，咁呢個時候咧就我哋可能就即係俗稱好似畢業啦，咁但係都明白咧家屬或者病患者咧都想繼續做運動喎，但係又即係未必可以定期翻去政府復康醫院，咁可以點咧？咁其實社區都有好多即係呢啲嘅唔同嘅團體或者一啲嘅非牟利嘅組織都可以咁嘅安排咯。不過即係屋企都相當之
需要配合啦。譬如話你可能啲床啊、家私要有啲重組咁樣嚇。係呢個係好重要，因為咧即係當然都明白嚇，即係如果個患者翻到屋企啊嚇，即係如果個環境可能都或者佢比之前嗰個程度活動嘅能力啊、照顧嘅能力，可能都會佢比之前有少少唔同。咁好多時出院之前咧，醫護團隊咧，我哋即係都有會同個照顧者會有啲討論，睇翻啊，如果翻屋企有冇啲咩嘅需要？咁譬如頭先講到話屋企需唔需要做啲改裝啊等等咧，咁呢個好多時就係職業治療師咧，佢就會有機會啊，就算做一啲嘅家訪或者可能啊叫翻照顧者喺屋企影翻屋企嘅環境，睇翻咦適唔適合嘅病患者咧？如果唔適合，有冇需要喺邊個位置裝個扶手啊、裝個欄啊，或者譬如因為有啲患者佢需要用輪椅嘅，咁需唔需要話啊？如果去洗手間或者沖涼嘅時候，使唔使嗰啲門框夠唔夠闊啊？會唔會咁容易可以推到個輪椅入去啊？等等，咁呢個都係透過即係職業治療師可以同翻即係病患者或者個家屬咧去溝通嘅。咁同樣物理治療啊，同埋職業治療都一樣啦。因為出院嘅時候咧，個都明白照顧者會覺得好彷徨，都唔知道啊翻到屋企應該點樣照顧患者咧嚇，即係點樣做一啲嘅簡單嘅過床啊、扶抱嘅技巧啊等等。咁呢個亦都咧係可以臨出院嘅時候咧，同治療師咧去商討，去睇翻啊，可唔可以訓練翻我，或者譬如一啲其他外籍家庭傭工或者其他嘅助手嚇，點樣一齊去照顧個患者？咁呢啲都可以嘅。有部分嘅患者可能需要因為個吞嚥嘅問題啦，需要吊一啲嘅營養奶啊，或者可能有個鼻管啊、鼻喉咁呢啲嘅護理打理咧，呢啲都係需要咧喺醫院期間咧，我哋咧團隊咧同翻家屬啊一齊去傾。其實我哋都好多時有社工啦、醫務社工啦、病人資源中心啦，咁佢哋當然好樂意去睇下點去支援個家人啊，或者去睇翻社區或者佢哋有啲咩服務可以全部去支援翻個即係患者同埋照顧者。